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气象局今仔针对南投、台南、高雄、佮屏东等县市发布高温特报，温度有可能超过36度。昨昏中共有10台军机飞来咱国的防空识别区，中共嘛派出2台军机飞去日本空袭，日本派出战机回应。加拿大部分省份宣布暂停帮55岁以下民众注 AZ 疫苗。美国总统拜登望4月中交成美国大人拢注疫苗。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日咱国内增加一个对英国带病入境的病例。另外 ，AZ 疫苗嘛已经有超过1万人注射了。指挥中心嘛公布，咱国内出现这季头一站流感重症死亡的病例。指挥中心呼吁民众，唔拿新冠疫苗，流感的预防针嘛得赶紧去注。有关我们境外一路的 COVID-19 的病例这一例是自英国入境，那这一位是按1025，是本国籍30多岁的女性，到今天总共累计的接种人数是10891不良事件的这个部分，那昨天新增了10件非严重的疫苗接种不良事件，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有41件首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相关死亡个案，跟大家做个补充的说明。那这是一位住在南部的80几岁的男性，那他本身的慢性疾病史呢是有糖尿病、高血压跟中风的病史，因为他有呛咳的状况，加上这个 X 光的表现所以是初步的诊断是吸入性肺炎。那后来在住院的过程中呢，也是经过检验之后，确定他也有这个 A 型流感的感染，并发这个肾衰竭的状况，另外也有败血性休克，在3月27号的时候还是不幸过世。来看气象局今仔针对南投、台南、高雄、佮屏东等县市发布高温特报，温度有可能会超过36度，可患严重。到底什么时阵才有雨水？气象专家表示，上紧要等到5月中。点入去气象局的官方网站，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也有屏东县，拢是显示高温温值的灯号。这是从气象局107年发布高温的资讯以来，头一届伫3月份显示黄灯。全台湾的温度拢真烧热，敢若有东半部地区，还有马祖，可能会有短暂阵雨。伫北部的山区、过道嘛，可能会有雨。最热的地方是在中南部，高温大约在33度、34度左右。气象局发布了高温资讯，我们提醒大家，今天在南投、台南、高雄、屏东近山区和河谷的地方，可能会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而其他各地的高温也是绝对比较热，预估在北部和台东的高温在31度左右，宜兰和花莲高温则在29度左右。这几天是真好天，不过也是有欠水的问题。天气风险管理公司总经理裴启明指出，西部部地区未来2礼拜也是无明显落雨的机会，4月份的雨是明显较少。若要有过道热对流发展的机会，或者是梦境雨甲风台，国内可能都要等到5月中才有机会通去消透欠水的问题。4月其实会逐渐有一点很零星局部的午后雷阵雨，但是预期它的量都不会太多。然后到了5月呢，午后雷阵雨可能会开始逐渐的增多。那如果呢是正常的话，是5月中到6月中有大概1到2波的梅雨锋面。但是现在今年的整个长期预测还是属于偏少的机会会比较多。因为目前是吹偏西南风，西半部空气污染物偷偷吹向北部，所以伫30遮方便的云嘉南、高屏地区扩散条件好。不过北部地区的污染物持续累积当中，中部以北大部分是柑仔色警戒的等级，提醒敏感族群爱减少户外激烈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4月初1要出团，秘鲁总统今仔甲副总统赖清德做伙推销秘鲁的观光，强调安全无问题。也毋过，伫秘鲁总统来台湾访问的这几天，中共的军机是直接飞来咱台湾的空袭，秘鲁总统嘛表示遗憾。副总统赖清德嘛感谢秘鲁拒绝中国的威胁，甲台湾徛做伙。3、2、1。代表旅游专案启动，秘鲁总统回溯前，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加菜仪式。回溯前出席力推秘鲁观光，强调秘鲁零确诊绝对用安心旅游，只是对来访期间强机一直交代，伊也对中国安的行为表达遗憾。The planes flying over, you know, we're a peaceful country. We like peace, and we should promote peace. And it's unfortunate that that is happening, but I would
encouraged that we should always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our region. 秘鲁总统前一暗伫国际记者会顶悬，以便用拳头来逼太太爱丽，比如中美关系。副总统热情就是肯定秘鲁拒绝中国威胁，甲台湾徛做伙。台湾有民主价值，甲中国比起来，肯定是真爱。那显然，台湾跟帛琉之间的感情是真爱了。那我们非常肯定哈，我们也非常钦佩帛琉的勇敢。 站在世界的价值这一端，那未来呢，我们都应该要共同去追求民主的价值，也共同追求和平。罗清德阁讲到，希望了后有机会到秘鲁旅游，启动仪式，美国驻秘鲁大使尼约翰也出席。秘鲁总统阁公开感谢美国驻秘鲁大使的协助，无伊台北旅游无法度成功。美国、秘鲁甲台湾拢伫同一阵线。记者综合报道。 秘鲁总统来台湾访问，美国驻秘鲁的大使尼约翰嘛对访问团做伙来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今仔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雷英杰，佮有尼约翰共同发表谈话。吴钊燮是强调讲，台湾甲秘鲁会使成功来推动旅游气泡。美国方面是正斗相共，有提供疫苗等防疫物资，嘛正感谢美国。Moments like this reaffirm the value of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that binds the United States, Palau, and Taiwan. I congratulate Taiwan and Palau on the launch of this sterile corridor, this travel bubble, and am confident that this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and lead to greater people-to-people ties between true friends of the United States. 尼约翰嘛指出，台湾甲秘鲁防疫成果拢值得世界来学乐，嘛拢是美国真正的朋友。吴钊燮是强调讲，台湾、美国、秘鲁三边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未来伫所有的领域嘛拢会甲美国来互相合作。再来看国防部统计，昨中共有10台军机飞来咱国的防空识别区，其中的1台佮飞过巴士海峡，飞到咱国东部的空域。 日本嘛指出，中共有2台军机飞过日本沖縄佮宫古岛的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虽然并无进入日本的领空，也毋过日本嘛派出战机来炸路头。秘鲁总统访问台湾，美国驻秘鲁大使尼约翰也这年来和中国正无满意。军事部有记录到30载起，共机2遍入侵咱空域，和空军放散距离。 位于台湾东南空域，高度48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共机若是连续侵扰台湾，国防部伫咧29也发布共机的动态，包括1台空警500空中预警机，1台运备反舰机，4台歼16，也有4台歼10，侵入咱防空识别区。其中运备反舰机也有飞过巴士海峡，侵入咱东部空域。甚至伫咧空军放散距离的时阵，军事部有记录到，敢若是对方伫咧回呛咱空军。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都是我们的。日本综合幕僚干部第29发布，中国1台 Y9预警机，甲1台 Y9的情报收集机，飞过宫古海峡。 进入太平洋，激发台湾甲日本的情绪。外界认为，共机的航线有可能伫咧台湾的东部外海汇合，形成包台。国防部强调，共机的动态咱拢有掌握。不过，面对共机，想要和国军部营应付，国防部是调整应处作为，自早期派优势兵力，改做以相对应的机型来应付。这群是主要以飞弹的追踪瞄准，以便建立消耗战。 我们会灵活运用我们的各种我们可以讲高低配，也就是快速机、慢速机、防空飞弹电战部队等等的兵力，统合的做最有效率的应用。一方面可以有效的保护空域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也不会落入这个对方造成我们后勤上面的过度损耗。国防部强调，伫台海周边的动态，咱拢有掌握。 不过，第2日发生的 F5机战机滑落的事件，上尉飞官潘英准到即马意外失踪。国防部强调，所求无停止的期限，部队也伫这礼拜完成体检、恢复训练。就新型的弹射伊亚采购案，会伫咧年底交会，将会列入后续的新型飞机，
个性设计的规划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相关新疆的人权，部分欧美国家拍算要参加明年的北京冬季奥运。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表示讲，看到身为大国的中国这么无负责任的态度，台湾会参考国际上的做法，才来决定。陆委会是表示，目前阁无针对这议题有过讨论。每4年一摆冬季奥运会，2021年会由北京主办。不过最近因为新疆政权争议真多，部分欧美国家要抵制北京冬奥会。台湾是不是加入抵制？行政长苏贞昌表示，会阁参考国际做法。中国对于人权、对于军事扩张、对于区域和平等等，都让世界不以为然。对于国际上的做法，都会参考。我们也会有适当的因应。苏贞昌也俄罗斯刘总统以兵用拳头逼太太艾丽做比喻，强调中国用军机招台，加阻碍台湾国际空间，只会更加增加人民恶感，对两岸关系改善无帮助。最近姚立兄伫位表态响应抵制北京冬奥，不过南亚伫位认为运动员生涯不应该被政治影响。应该反过来思考，说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样人权的改善？球是在中国那一边，台湾。跟对岸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奥会跟奥会的关系就是平行的关系。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是不是要被政治所影响，让很多运动员他们也许一辈子就这一次的机会？30早起，中国奥会加中华奥会举行两岸奥会体育交流座谈会，传出中国拒绝陆委会派人出席旁听，会中爱游说阻止台湾加入抵制。并没有所谓抵制啊，没有这个问题啦。政府相关机关向来都保持密切联系，沟通协调很顺畅。陆委会表示，两岸奥会交流主办单位拢保持密切联络，是不是响应国际抵制北京冬奥会？台湾相关机关也未做进一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海草大公投人数超过70万份，发起公投的潘中正表示，已经接受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邀请，双方会当面来沟通。陈吉仲今仔伫一场谈话嘛，讲到中南部的民众强烈要求减少使用土炭来改善空气污染，所以这是共同的目标，嘛希望会使找到双赢的方式。海草大的争议持续咧烧，30学界伫中兴大学办座谈会。经济部处长詹文生强调，若是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无法度如期完工，会影响到用电的调度，甲减少土炭时程。节电有可能，但是调度做不到。137亿度的天然气发电，必须用500万吨的煤来变成燃煤发电，才能够抵换。经济部强调，第3天然气接收站有必要性，嘛真着急，爱找到供电稳定、减少土炭、甲环保的平衡点。不过目前海草大公投的人数已经超过70万，学者认为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替代方案确实有讨论的空间。那如果说它可以达到非核跟减煤啊，但是旧藻礁部分可能就是不够完整，好，那这时候也可能会必须做一些取舍啊。曾炳杰讲，恢复加园、减少土炭、甲救海草大，爱透过讨论来找到双赢的方案。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参与讨论，嘛正是讲已经邀请海草大公投的代表潘中正。陈吉仲表示讲，无希望减少土炭、甲保护海草大变成互相冲突的局面。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议题都做到100%，但是只要有往前走，大家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坐下来讨论？他的善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那在谈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是会以我们公投的主文的内容为基础来和陈主委交换意见。潘中正表示，感受到政府要沟通的诚意，会先讨论会商的时间甲代表，强调会以事实甲公投的主文做基础，希望透过公开的讨论，找出保育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替代方案之间的平衡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又有国家宣布暂停注 AZ 疫苗。加拿大安大略魁北克等所在已经暂停帮55岁以下民众注 AZ 疫苗。美国总统拜登嘛，今仔宣布扩大注疫苗的计划，伫4月19之前希望90岁以上的美国大人拢注疫苗。阿斯特捷利康加古丁大学合作研发的 AZ 疫苗继续传出。
会馆内底有会家案例，加拿大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表示，虽然会家发生的几率无清楚，不过目前为止死亡率40%，所以建议停止为55岁以下民众注 AZ 疫苗。Canada's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or NACI, is recommending an immediate pause in the use of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in all individuals less than 55 years of age in Canada. Cases identified so far have primarily been in women under the age of 55, although cases in men have also been reported. 加拿大全国已经安大略、魁北克等真济省停止为55岁以下民众注 AZ 疫苗。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扩大注疫苗计划，为90%大人注新冠疫苗。That at least 90% of all adults in this country will be eligible to be vaccinated by April the 19th, just 3 weeks from now. I'm reiterating my call for every governor, mayor, and local leader to maintain and reinstate the mask mandate. Please, this is not politics. 拜登也强调，即摆也无到庆祝的时阵，全国议员爱继续对抗疫情，将恢复正常生活。不过，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正面临第2波疫情。虽然石油业受美国的经济制裁，总统马杜罗依然建议以石油换疫苗。29有5万剂俄罗斯的斯普尼克 V 疫苗运到位，不过委内瑞拉只授权使用斯普尼克 V 甲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无接受全国疫苗处置机制 COVAX 定国的 AZ 疫苗，也为马杜罗用石油换疫苗的计划增加困难。国际之间各传出元首确诊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15借助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不过伫19公布确诊的消息，也予巴基斯坦总理甲总统双双确诊。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新冠病毒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美联社嘛提前取得部分的内容，指出病毒是对野猫喂予其他的动物，再个喂着咱人，对动物传予人的可能性是真大，还无可能是对实验室传出来的。这份资料是美联社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自日内瓦一位无表示身份的外交官遐提到的。调查小组列出病毒出现的可能途径。讲病毒较有可能是来自蜜蜂，透过动物的中间宿主，搁再传予人类。病毒自实验室传出来可能性真低。真侪研究结果大致上甲有机相符合，不过也是有真侪疑问。除了实验室外头的假设，这份报告也搁建议伫咧其他的领域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We'll read the report and discuss, digest its content and next steps with member states. But as I have said, all hypotheses are on the table and warrant complete and further studies from what I have seen so far. 研究人员列出新冠病毒传播的4种情形，除了上有可能透过动物的中间宿主，也评估自蜜蜂直接传予人类的可能性。讲透过食品冷链传播也是有可能，不过可能性较低。美联社也讲，这份报告一直延后还未公布，引起中国想要改变结论的质疑。中国外交部讲，绝对袂接受美国伫咧疫情问题指控加抹黑。请美方去问问。世卫各位专家，报告的哪一部分内容是中国政府帮助撰写的？难道中国政府为溯源研究提供便利，这也成了幕后操纵吗？美联社讲，目前无法度确定正式的报告出来进前，是毋是还会修改内容。世界卫生组织讲，按算伫咧30向194个世卫成员国家做任务简报，了后这份报告就会公布伫咧世卫官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关心缅甸，缅甸的军政府乌白太人，伫军人节迄天杀死上百个民众。美国贸易代表处昨日宣布讲，要来提出制裁，随停止甲缅甸所有的贸易甲投资。Today, USTR announced the suspension of all U.S. engagement with Burma under the 2013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effective immediately. The suspension will remain in effect until the return of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美国的国会本地有予缅甸普遍性的关税优惠，会来检讨现主事的缅甸敢有合优惠的资格。因为缅甸的军政府伫27军人节迄天手段粗残，害死上百个民众，互国际社会看袂落去。美国总统拜登随着表示讲，对缅甸军方的暴行无法度接受，美国嘛随提出制裁的行动。再来看厄瓜多加拉巴哥群岛的机场，礼拜是查到185只特别绝种的加拉巴哥鹭鸪，伫乌市的价值有8万美金。非法走私就是造成这鹭鸪特别绝种上大的威胁。这个加拉巴哥鹭鸪，一只拢用塑化包掉的，所以无法度行电动。结果装伫咧行李箱内面，讲是纪念品。要伫机场扫电光的时阵，互人发现伫咧走私，内面有10只已经死去啊。Que iba a ser enviado al aeropuerto de Guayaquil, entendemos, para temas de tráfico de especies. El tráfico de especies es el cuarto tráfico de comercio ilícito más grande del mundo. Son muy cotizadas en el mercado asiático, donde pueden llegar a valer varias decenas de miles de dólares. 又估伫咧乌市问的人真多，真侪市的人，抑个越国动物市场的非法交易，是这种濒危的鹭鸪生存所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这款鹭鸪年纪抑个真细汉，平均3个月大。伫咧乌市一只会当卖到5000美金，换算代票是14万3。Ninguna contemplación con estas personas que hacen tanto mal a la sociedad, al ambiente, a la salud, al pudor de la ecología, con todo lo que nos pidan, puesto que esto ya no es solo un tema administrativo, este es un tema penal. 伫咧加拉巴哥走私动物，有可能会互人判3年。加拉巴哥群岛的物种真丰富。伫咧厄瓜多西边1000公里是野生动物保护区。伫咧群岛顶头有真侪物种是遮特有的，其中一种是巨型的鹭鸪，被认为是300万到400万年前顺着洋流来到岛上，发展出15种无同的亚种，其中3种已经绝种。达尔文伫访问群岛了，观察物种的演化，也互加拉巴哥群岛世界有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张安乐之前接受中国媒体访问，讲到伊要发展红色队伍来宣传和平统一，嘛讲要吸收中南部的少年人，互因由绿转红。高检署接到报案嘛，展开调查。早起是以国安法来约谈张安乐到案说明，也毋过张安乐是认为伊无做。真侪支持者陪伫咧边啊！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白龙张安乐出现伫咧台湾高等检察署，警方出动至少80位警力，加强维护现场的治安。张安乐因为被指控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30号高检署传唤，也毋过对着镜头，伊依然坚持家己无罪。我绝对不会认罪，何罪之有？不在乎这个什么国安法，你们弄我没关系，我要把这个议题拿出来。1号高检署约谈是因为张安乐伫咧进前接受中国官方媒体访谈时阵，正高调地讲要伫咧台湾发展红色部队，宣扬和平统一，并且吸收中南部少年人由绿转红。迄当阵就引起陆委会甲立委等人的注意，专门伫咧办内乱外犯罪等案件的高检署，接到告发了分案做调查。红色队伍，只要是中国人都是红色队伍。我所谓的红色队伍，我把中国人找回来，所以只要台湾有中国人，两岸就和平；台湾没有中国人呢，两岸就是战争。国安法是明定，个人不当为第六地区或者是境外敌对势力有指挥或者是发展组织等行为。虽然张安乐讲伊无伫咧插国安法，也毋过这样查明是事实，依法会当判7年以上的徒刑，并且并科罚金5000万到1亿。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即期起社会主体嘛公布今年第一季的进度，目前嘛已经完成15个社会主体了。今年是预计要来完成50个案，15000户的目标。为压缩国内情源的刺激，政府扩大打草房同时，内政部甲地方共同去社会主体也继续进行当中。第一阶段4万户已经顺利达标。其中，中央政府推动4735户，地方政府总共推动差不多3.6万户，其中台北市政府推动差不多7.9万户，成绩上好。
新北市、桃园市甲台中市也分别推动4000到6000户以上。现阶段为什么4万户的社会住宅可以第一阶段顺利达标？靠的真的是地方政府。所以说，在这个分配底下，地方负担的89%，中央只负担的11%。内政部为弥补地方推动容量有限，在2年外以前，成立国家制度中心。各执行营建署专门盘点适合区社会主体土地，甲即马全国选定204个园区，差不多7.2万户社会主体基地。2021年第一季已经决标15个社会主体，4002户，按算第二季各启动6942户招标，今年已完成50案，1.5万户以上为目标。社会住宅不会只有弱势居民会进驻。更多年轻人渴望进到城市里面站稳他们第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就是我们找寻的目标。我们也预计在今年全面性的遍地开花去办理，包含了澎湖跟金门呢，也都会在今年启动他们的社会住宅兴办。内政部强调，未来中央除了朝向每年1.5万户以上社会主体决标速度以外，今年推出的社会主体包含18县市，各以比市场租金较低、做好所得较低家庭弱势对象，也以低鉴别率、合理的公设比，规划品质良好的优质社区，予民众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健保署公布病院上新的财报，全台湾223间的病院，上赚钱的病院是中价，尤其是南口的中价病院，一档是赚72亿，嘛已经连续4档拢是冠军咯。也毋过，嘛是有29间的病院是了钱，阿东病院一年了4亿外，是全国了上侪钱的病院。民众若是看病人无爽快，只要摕健保卡去医疗院所，就会当挂号予医生看，是真利便。健保署公布上新病院的财报，108年度全台湾223间医疗院所内底，上届赚钱的病院是南口中价病院，一年赚72亿外；过来是高雄中价59亿外，台大病院24亿外，桃园中价21亿外，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19亿外。也南口中价病院已经连续4年是全台湾上届赚钱的病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它的股利收入哈，因为它一年的股利收入大概都有70-80亿左右。健保署表示，各间病院赚钱甲了钱的原因无同款。可比中价病院会赚钱，主要是因为股利的分配。不过嘛有29间病院是亏损，其中阿东病院亏损4亿3400万，是全台湾了上济。过来是富大附医、嘉义中价、中国医药大学新德分院，也有新老麻豆病院，拢是亏损的状态。大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它的医务的部分的一个亏损。那不过也有像辅大，还有像中医的大新组哈，他们也是在。他们也是医务收入有亏损的部分，那这部分是属于新成立的医院哈。真的用在改善血汗医护跟增进医疗环境到底有多少？那就医改会而言，我们认为实际面，健保署应该一并公布护病比或人事费用等相关资料来进行比对。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全台湾223间医疗院所，108年度领的健保金额是4438亿，占健保总体金额的66%。健保署强调讲，今年公布各间病院医护人员甲病人的比例，希望病院伫赚钱的情形之下，会当甲赚的钱用伫调整医护人员的薪水等等各方面，提升照顾患者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往来无法度出口到中国，嘛未这国家来倒销咱国的往来。也毋过顶礼拜有新加坡的台商是指控讲，外销到新加坡往来有部分品质无介好，佮有接受烂去。农委会是表示这有可能是冰箱保存的温度上过低造成的。农委会嘛强调讲，外销的往来若是有问题，有可能会摕袂到政府的相关补助。往来内部暖气大细粒差真侪。新加坡台商接受独立媒体采访时阵指出，台湾销往新加坡的往来品管一定爱搁加强。毋但台商，嘛有新加坡民众伫脸书打出相片讲，买往来心拢乌气，讲伫新加坡买往来比买乐透搁较刺激，因为开奖了后才知影输赢。农会表示，这往来应该是少数的个案，可能是温度伤过低造成的。它的整个的冷链的系统大概是在最适当的冷链系统是在13度左右，用7度到8度来运输我们金钻凤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糖化作用，甚至有一些黑心的作用。
农委会指出，运输扛的过程不当，引发病害，往来嘛有加美食、烂气的现象。因为中国停止输入台湾往来，政府提出10亿进行辅导，其意是要让往来袂到其他国家，嘛提出运费补贴，发放销售业绩奖励金等措施。不过，若出口往来品质无符合期待，除非是药检无合格，才会无爱予补助。只是农委会希望出口往来若出问题，业者会当重新供货。就是说，当他出了问题的时候，100%无条件的再供货一次。好，这个是业者也愿意来跟他对方的贸易商来做协商的。但农委会补充，若出口往来进口商或者是超市无爱收，嘛无爱予产品上架，农委会嘛会停止补助。有关已经排出袂到消费者手上，互起诉，就会要求贸易商爱重新补货。记者林文国家报台北报道。来看花莲三站溪出海口的沙坡仔顶头，最近有真侪台沙坡仔车，是业者为了要升观光客投资的设备。有民众质疑讲沙坡仔是国有地，沙坡仔车会伤害环境哦。也不过县政府是表示讲，业者是有经过申请，并无违法。徛伫台九线的三站大桥，看对海边去，沙坡顶悬一个一个看到真奇怪的物件。这是经营沙坡车的业者，可要予游客翕相的物件。这套上新的算法，逐工拢成几百人来这佚佗甲翕相。有些客人他会希望有很好的照片，那我们就发挥创意，让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摄影的乐趣，还有一些创意的不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会吸引客人来这边啊，因为我觉得海景拍起来很漂亮。不过，放这种地，所以引起一个在地民众的质疑。这沙坡车伫风拿，甲沙坡顶来去，已经对环境造成伤害。即嘛，搁放这奇怪设施，互人质疑讲这敢有合法？国有的财产不是你私人的啊，如果是你私人的，你可以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都破坏了景观，而且另外最严重的就是他们那个沙滩车哈，把那个海边这个林地啊，还有溪床啊，就严重破坏。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只要有办工商登记，有甲游客报意外责任险，而且有相关救援计划沙坡车的业者是允准因这活动。因若这翕相的设施，因为不是固定的，所以并无违法。业者只是为了流程的丰富性，还有就满足这个现代人完美拍照的这个设施而设置的一个临时性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永久设施。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还不认为它有涉及法令的一个行为。因若伫风拿内底的沙坡车，林务局伫日子，甲业者伫县府开协调会，伫未伤害到这的树林，还有环境的前提之下，建议县府甲有开放的所在做规划。若是业者有损伤到这的树啊，还有环境，就会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拢会欠水，水利专家嘛建议讲应该调整水价，让民众主动省水。台北市长郭文德嘛讲，台湾的水价上俗啊，也毋过问伊讲台北市的水价甘要起，郭文德并无表示意见。台大教授李宏源就认为，就是因为台湾的水价上俗，民众无省水的观念，才会定定的欠水。2、1，正式揭幕！台北市长郭文德亲身揭幕，102年前替台北规划自来水水道的英国技师，人讲是台湾自来水之父的巴尔顿，伊的纪念当上，捌伫二战时期拍无去，即马佫一摆出现伫大家面头前。这个地方也要感谢台北自来水处，你知道哈，在全台湾各地都还在有缺水危机的时候，我们台北市到现在也没有说要限水哈，这个当然是翡翠水库的这种成绩，你知道。全台湾水情真吃力，郭文德学了台北市的配套措施真完整，无限水。不过水利专家、台大教授李宏源认为讲，台湾水情伤介俗，民众无落实准则用水，才会欠水的问题一再发生。到了今天，即使都火烧到眉头了，然后要谈一个差别汇率，都还谈得吞吞吐吐了。在台湾，大家都认为水是很便宜的，水是不要钱的，所以根本没有人在节约用水。所以我是觉得。走到这一步真的是很不得已。我讲同样的话也讲了30年了。台湾水价世界倒数第2、第3。所以你觉得会涨吗？因为如果台北不涨的话，我已经涨过了。我还5年前啊，没有啦。我们当时是按照那个用水量嘛，20度以下不涨嘛，20度以上开始涨了。
高文地认同讲水情真俗，毋过去向问到台北市民生用水敢要起价的问题，伊也是无直接回应，因为这代志关系到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用水，若是要起价，就要好好啊，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直拢在帮外县市烧粪扫哦，这个县市嘛必须要载1.67倍烧村的火虎转去。台东因为有2万吨的量无载转去，所以年初开始高雄就无要帮台东烧粪扫。高雄市长陈其迈嘛要求台东县政府应该照合约、照品照行，先甲应该载转去的火虎处理好势，才来协商。高雄有4大焚化炉，是全台湾上济。长期协助无焚化炉或者是焚化炉咧整修的县市斗烧粪扫，但是高雄的空气污染真严重，市府就决定逐年减少斗烧粪扫的量。今年台东适约，要甲粪扫烧了的火虎载转去，高雄就直接停止烧台东的粪扫。台东的机器量大概有2万吨啊，算是有点高了哈。那所以，综合评估的结果，可能我们再来决定说，有没有办法再持续去代烧他们的那些废弃物。高雄规定送粪扫来烧的县市，斗烧偌济就要载1.67倍的火虎转去。台东还未启用焚化炉，阁无所在通处理火虎，一定要委托厂商。但运送火虎的标案已经流标3届，所以一直无法度把火虎载转去。因为我们台东没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厂，我们是要委托专业的厂商来处理，所以要以花苞的这一个来找到这一个合适的厂商。那另外做成的再生力量，我们必须花苞给厂商来运用在公共工程。因为高雄的空气污染真正力，佮要烧别县市的粪扫，压力是真大。市长陈其迈要求台东要照契约行，甲粪扫的火虎载转去。台东回应讲，载粪扫火虎的标案3节就会决标，市交会先处理载火虎的问题，互双方合作的机制继续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编4亿元预算，要来整修离岛唯一一条宽岛的公路，嘛打算4月份要动工。也毋过4月份到9月份是离岛旅游的大月，居民是烦恼讲会影响到因的生理哦。今仔有上百位离岛的居民就到台东县政府抗议陈情。100多位离岛的居民头白白布条，早起10点由民意代表甲乡长带头到台东县政府头前抗议。居民讲，由县政府执行的宽岛公路改善工程，要伫4月初6方南寮大过施工。不过4月是离岛的观光旺季，那封路施工，唯一的经济就会停落。民意代表甲居民不甲县府沟通，县府也是打算要照期施工，居民真不满。我们唯一的一条路，我们怎么到码头去接客人？两旁的生意怎么做？讲去年的疫情就好了。有大半年没有收入，我们租金还是要照付。台东县政府建设处讲，离岛的宽岛公路整修分做3个标案，是为了要提升道路的品质，加改善塞车的问题。其中一个标案会经过人多南寮大街，工程5个外加。不管当时施工，拢会拄到旅游旺季，所以提出一边施工加分期施工2个方案。伫施工的时阵，也会设便道，互人车会当过。1个月的时间，多通过的时间，把交好做起来。啊，算讲咱路上爱做，路等到10月以后，11月才来做。对县府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乡长甲代表会主席讲，会由乡代会开会讨论出对离岛观光影响详细方案。县府讲，只要离岛的居民决定好，县府会依照居民的意思，再个请厂商动工。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拿来乡乌毒大败，前2天民众发现有真侪鱼仔拢病毒，调查嘛发现讲是一间食品工厂偷排废水，这款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的行为，上最会使罚600万。环保局的稽查人员来到云林拿来乌涂大牌，挂手套，甲规定的死鱼仔裹起来。当地中兴村长表示，2月开始就村民反映，伫乌涂大牌有死鱼仔，惊这条农业用的水路会受到污染，赶紧来通报。因为鱼仔拢会死病毒啊，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既然生态拢死啊，当然他会担心，这个对农作物的伤害程度到底是如何？因为一般农民是对这是较无去
不了解啦。云林县环保局表示，29早起接到全办公室突破了后，遂启动侦查专案稽查，来到现场发现超过上百只鱼仔死亡，先提水做检测，要加防疫所拿来清洁对等单位，先把死鱼仔清掉。后尾发现其大排水头有一间食品工厂等咧排废水。我们巡上有发现一家食品工厂它没有取得这个水污染排放许可禁止排放，这个违反到水务法14条那最高这个可以裁罚到600万那我们现场要求这个厂商要立即停止操作排放环保局表示，这回乌土大排污染事件拢总清掉180公斤的死鱼仔，煞要由防疫所会进行消毒。环保局也要向业者呼吁，营运进前爱向环保单位申请相关的许可，老老实实操作废水设施，随时拢会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办第12档的台南开戏院文化季的活动，今年有民众翕到讲，伫活动的过程有迪拜啊驶入去上港区，迪拜啊顶头的民众佫无穿救生衣哦。主办单位嘛讲，活动的设计确实无介妥当，会来检讨。民众坐着工作的迪拜啊，伫安平上港区拍拍走，船顶面阁有一寡人无穿救生衣，这个相片去互民众翕落来，遭受到质疑是轻忽民众安全。对此，主办单位嘛出面承认，迪拜啊走过头，不过事先拢安全宣导。这个船长，迄个看着观光客遐热哦，遐迄个就一直甲开到差不多迄个鸭口油塘码头遐，也有给他们宣导说，在竹筏上面不可以乱跑。原来这是社区甲区公所合办的活动，主要是要介绍台南湾里、喜树甲昆新三个聚落的在地人文，嘛因此是特别结合在地的交通工具，是蚵仔用的工作船。虽然不是正式的游船，但是当地人强调，载重甲稳定是拢无问题。伊这平底啊，平底看足侪栋的啦，10几栋的啦。原本这趟的游程要对昆新的码头出发，是在社区范围内的红树林，但是东港船长是配合游客兴奋的心情，迪拜啊是驶过头，才驶入美港区，真正是失当。主办单位嘛是认为唔对。基于安全考量，我们到那个桥面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头了。所以原则上，我们都在我们昆生湖这边做一个游览的那个观光。其实这项活动已经是连续举办12档，红树林区更是在地首推的特色景点。这次船无小心走过界，主办单位嘛将会作为日后规划的参考经验。记者王正宏报道。111学年度开始哦，大学申请入学会用学习的填档案来取代现在的备审资料。也毋过高中老师佮学生啊教答嘛是佮无啥啥。有大学教授就建议讲，学生啊应该会使先准备，会使代表个人的作品，加简单的说明，互新早的大学教授有强烈的第一印象。北京高中1年、2年的学生，每一个学期只会当团3件课程的学习成果起哩。不过真侪课拢做伙上，真侪实验拢做伙做。要安怎甲学习的过程、甲学生所用的能力具体呈现出来？32个高中老师甲20个大学教授做伙讨论实例了后，头一个建议是会当伫个作品的上头前，先放1页要是2页的摘要。目标是什么？那我怎么去做的？我的过程是什么？我的心得跟收获。不建议你把你上课的笔记、实践记录，把你期末的报告，把你学当就直接上传。大学教授的时间有限，要看的档案伤济，摘要真正真重要。老师嘛发现讲，未少高中的学生伫咧呈现学习成果的时阵，常常是分享心情，无啥物内容。建议学生会当保留作品的完整性，强调学到啥物，若是会当凸显个人特殊的所在，甲真实性，会更较多元丰富。从这门课里面，我学到了这些团队合作跟逻辑推理的这个能力。你怎么学到的？到底有哪些团队合作？如果你能够举例具体说明，如果是一个团体合作的话，那你个人负责的部分到底是什么？那你既然你个人有自己的负责部分，那你在这个部分你学到了什么？还有你针对这个作品的这个心得，即便是同一组的同学，也不会完全一样。提出建议，教育部表示会阁透过其他的计划推广到高中，嘛会请教联会甲这个建议加入到大学的审查标准，定出专业招生的原则。记者综合报道。
现代家长拢正惊囡仔会输伫一开始哦，所以是非常重视学前教育。也毋过有报告指出，目前幼儿园的课程还欠缺逻辑的分析、探索自然等活动。学者是建议政府除了降低幼儿园老师佮学生的比例，嘛应该爱设计一寡相关的课程。便来到幼儿园抽考关键的时期，拢会当看到真侪家长头壳摸咧烧。学前教育有偌重要？根据披萨2018年的报告，接受一年学前教育的幼囡仔，到15岁时阵，披萨阅读能力会比无接受学前教育的人较悬26分。根据台湾幼儿发展调查资料库的分析，老师甲家长保持好的关系，对幼囡仔发展有帮助。要顾成的老师甲家长认为讲，爱确定囡仔所学习是家己的责任，有超过60%认为维持好的沟通，嘛是家己的责任较济。显示老师甲家长共同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有比较多的人呢认为这个老师的责任是多于孩子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想建议家长，其实共育其实对孩子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对，而不是家园的对立。研究内底显示，幼囡仔伫教保品质较好的幼儿园，对认知、语言、情绪等等的发展，拢有较好的能力。为教保活动来看，体能、囡仔歌、人捌接看的文字等等的类型较济，较少有逻辑的推理，还有分类比较的活动。伫个环境层面，有袂少团体活动、技术材料，毋过欠缺自然探索类的事物。也若伫个思想的互动，老师大部分对囡仔拢真有耐心，毋过对个别化的需求是较有顾虑较较精。介绍一些逻辑的关系啊、分类自然啊、科学这样的这个媒材也是蛮欠缺的。针对孩子个人需求的这个师生互动，老师其实是比较难做到的。这个其实也对老师也是有难度的，因为在一个班上要照顾这么多的孩子。幼儿园其实可能在玩中学习，不是只有玩。幼儿园的游戏其实是有它的统整的那个内涵在里面。或者提醒家长爱注意幼囡仔的学习，是爱人捌环境为优先，毋是以学科为重。嘛建议政府爱鼓励教保人员强化逻辑分类、自然科学探索类的活动，而且希望会当参考其他的国家，降低老师甲学生的比例，互幼囡仔个别化的需求会当有较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小学生哦，因为有罕见疾病，双脚变形，体重只有12公斤，嘛一直查袂出到底是啥物原因。家属早起嘛出面，希望会使有愈较侪医疗资源来到三江。六港游泳1200公尺维持4名，伊是孙艺伦，因为身体无法度成长，器官衰一直大，每半冬拢爱回诊去检查，但伊得到的罕见疾病，互伊的腰脊骨弯曲、双脚变形、体重干那12公斤，所以唔知影原因。虽然有医大病院的院长长期治疗，但家属希望有更较侪资源，会当帮因找出的原因。最辛苦的应该是很爱他吧，爱他爱到没有办法去想很多事情。那每做一件事情，就会有很多错事发生。我很谢谢他当我的孩子，我希望他，活一天精彩一天。就是想要活下去那样，然后就告诉自己要坚强，要克服，不要被一瞬间的痛苦打倒。这样。就台关文教基金会表示，目前全球罕病的人数超过4亿人，找无病因的状况占了5%，但是无病因申请补助是真困难，甚至还佫可能拄到患者找无医疗人员接手来治疗的状况。才希望透过记者会，呼吁更较侪专家来协助，嘛会当正视这个问题。这样的罕病的孩子都不知道病因的，非常非常的多。希望这个信息出去。让世界的所有的医疗的科学专家都来帮忙他们，最主要是能够赶快找出病因。虽然得到真罕见的疾病，但是议论真乐观，讲希望家己未来每一天拢活了真精彩，嘛希望未来变成工程师，设计出会当帮助这患者的软体来造福着人群。记者王刘婷、明昭权高雄报道。来看移民署统计，过去10外冬，失联移工伫台湾生的囡仔有1000多个。这个囡仔无身份、无健保，嘛因为妈妈的身份真特殊，处境是真艰难。最近佮拄着疫情，遣返的作业嘛拢先暂停。那么做回来关心因伫台湾的状况。
过去满满拢是红眼啊，大家目睭大啊大蕊，有拄则出世的，嘛有已经5、6岁大，会晓照顾别个囡仔的。这个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叫关爱之家的所在，无政府立案，30年来已经协助300多个囡仔回去家己的国家，是济非法外籍移工妈妈的避风港。Until I come to Guan Ajichan and they bring me go to hospital to check. And how much money did Guan Ai pay for you for the baby? 4,005. 非法移工的妈妈因为薪水低，无法度负担民间机构的费用，专因去找关爱之家讨救兵替因做工课，这已经是公开秘密。原来移民署对2007年统计到今年1月份，毋是本国籍妈妈找无或者是身份不明的囡仔，就有1008个，已经遣返的有600多个。原来伫咧关爱之家即马收容的非本国籍囡仔有285位，以1年8.5上多。尤其一寡是阮伫咧小家这囡仔，伊无伫咧阮的体制内面，就无可能有居留证，还是健保卡，迄是拢无。即马是20几个小家啦，一个小家会支出至少要3万块以上。原来即阵台湾合法立案的民间机构有118间，收容安置的非本国籍囡仔有30多个，主要用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一年开销差不多800多万。我们希望说，移工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是可以跟孩子在一起的，因为妈妈要照顾孩子，孩子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下接受到这个抚养的话呢，也会对他的成长比较有好处。 When you have this facility, Indonesian children, you will have more children to be born in Taiwan, and that's not our main point. They should perform in their job better than thinking of having family or babies. 印尼办事处坦白讲，若因的立场设立第一期囡仔照护中心，这并不是因的优先事务，也反而会有反鼓励的效果。鼓励囡仔学习教育、信用等等的发展，因要是呼吁移工就爱清楚家己来台湾的目的。也若即马因为疫情，囡仔遣返的制度，一对一监护和接应的工课也增加袂少难度。印尼办事处表示，希望咱的指挥中心到3天，拍算4月底进前送14位囡仔回印尼。记者阿敏金、郑海文台北报道。来看家己的破主，最近有一群家长成立一个讲囡仔歌的协会，望讲会使训练家长，也是有兴趣的民众来讲囡仔歌。1秒7，3更半暝，头食米。用台语教囡仔歌，家长甲囡仔做伙来耍趣味的活动。家己关一寡热心的家长，最近成立故事内有讲共好实践协会，希望家长囡仔有亲子做伙读册合适的空间。推广第一个是家长跟小朋友之间相处的教养的观念。那第二个就是这些绘本它这么的好，那它好在哪里呢？它内容好在哪？它插画好在哪里？我们也是透过说故事的活动，让小朋友去更加认识这些好的东西。来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有时阵唔知影要安怎来教囡仔册，甚至囡仔讲安怎过食趣味，透过协会老师讲故事的方式，不管是母语也是故事内底的道理，囡仔嘛较愿意来听。我来给大家看，谁来了？给他拍拍手。好，阮家的囡仔等去厝了，即摆下课行厝了，讲妈妈，迄故事老师甲你讲的拢无共款，老师讲的比你讲的较好听。协会表示，家己原所在看有山区甲海区，一寡家长如果需要幼年教育的资源，有当时拢唔知影要去倒位找。协会的成立除了办活动以外，嘛希望会当协助家长也是教育单位来补足幼年教育的欠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有一间气氛真特别的册店，国外媒体嘛捌专工来采访。这间册店黑黑暗暗，只有册会发光，咱嘛做伙来看卖。伫高雄布地艺术地区的这间书店，内面暗暝锁鸟，只个那每一本书顶头有微微的灯光，就敢若是伫咧以书做主题展览空间。每一本倒伫咧架顶的书，就敢若是附伫咧眼前，望读者予伊关爱的眼神。业者讲，因书店的设计，就是希望大家甲防卫的心放来，甲家己的灵魂对话。那我们希望大家走到这个书店的里面的时候，就是用你释放你最真诚的灵魂、最真实的那部分。这间实验性的书店，为了要让大家甲世间的分分了了放来，心静来看书，
甲大门口设计袂说是个别式的灵堂，真侪人看到拢惊惊，无啥敢入去。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觉得很可怕，因为整个暗暗的，跟我们平常在外面的感觉不一样，然后会觉得很慌张，因为看不到。这位小姐甲恐惧的心压来，结果发现伫咧黑暗中看书，感受特别深。就很像我们晚上的时候要睡前，然后点一盏小灯，然后准备要入睡，然后阅读的那种感觉。这间书店的创意来自八体中的建筑师及空间设计师朱志康。伊讲开这间书店，就是想要诱我人甲主的距离。书店特别的幽暗的氛围，也互伊伫咧出版业无景气的时代行出一条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下晡新闻，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